行政院今仔有公告，这修正的执行死刑规则新法明仔载就要生效啊。这之间上界大的差别就是，用过这死刑犯呢，若准提出着非常救济有申请，就袂当执行。即马是改做申请函，这请求函申请核准了后，才会当慢车来执行。法务部表示讲是爱明确构成要件，毋是要赶紧来执行。但是这会师团体就批评讲，安尼先做人权真退步。 到伫今年1月，国内国执行死刑枪决犯下情杀案的黄林凯，即马法务部又搁公告修正的执行死刑规则，新规定第18上路。新规条文对照目前执行死刑必须无再审非常上诉加释刑停书的进行，只要有替状申请，无论是毋是受理，拢袂使枪决。新规定煞变做非常救济，伫请求申请核准了后，才会当无执行；除非伫核准前有互人裁定，会当暂停执行。 配合这个宪法诉讼法的修正，以及这个宪判8字的判决，我们做一个修正。在这种配合相关法规修正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的话，它是可以缩短它的预告期。这无所谓的加速不加速执行，但我们执行还是要符合宪判8的意旨才能够执行。 法务部表示，这项草案修正是要明确法律构成要件，甲条文的停书进行清楚定义。毋过，会师联盟等民间团体发联合声明，批评法务部互人权倒退，搁质疑目前政府想要缩审缩枪决。一个冤案的造成，我们就受不了。现在修正的规则，明天就生效吧。明天生效，总长只要直接把这36个的请求，直接就说我认为没有非常上诉的理由，他直接驳回。总长现在只要直接驳回，这36个人，他随便要杀哪一个都可以。 新规定伫正式有效进前，若是有提非常救济，也是适用旧法。毋过，民团烦恼，若是即届相关救济互人好决，死刑犯将来恐惊随时会互人执行。伫死刑释宪判决了后，目前36个死刑犯拢已经请求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，毋过结果也未公布，等由最高检伫审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